好多人行到60、70歲，行過大半世滄桑，閱盡人間冷暖。最驚嘅從來唔係歲月變老，亦都唔係聽到死亡呢兩個字。真正令到老人家日日輾轉反側，心頭壓抑嘅，係數不盡的無端擔憂。日日驚自己突然生病，拖累辛苦打拼嘅仔女，驚手頭積蓄唔夠，晚年過得捉襟見肘，驚到老來無依無靠，孤孤單單度過餘生，就係呢一堆無謂嘅顧慮，將原本應該輕鬆自在嘅晚年箍得死死實實，日子過得越嚟越沉重，心態越活越緊繃。明明有大把光陰可以享福，偏偏活成最心累最委屈嘅模樣。但係喺香港，有一位享譽華人村嘅傳統才子，活到80多歲高齡，卻活成了所有人晚年最羨慕嘅模樣。世人都叫佢做老頑童，為人灑脫通透，隨性自在，做人做事從不招致不內耗，一生通透半生從容，佢就係蔡瀾。別人流禮步步謹慎，處處顧之，唯獨蔡瀾學的詩意張想清醒，通透對於晚年生活、人生得失生是真啲，有一套顛覆世俗人知，卻句句戳中人心嘅清醒智慧。好多人窮其一生都參不透嘅晚年活法，喺蔡瀾眼中只係最簡單最樸實嘅人生常態。蔡瀾曾經講過一句極度真實，點醒無數長者嘅話，道盡你晚年最深層嘅無奈同通透。佢話人老咗最淒涼最痛苦嘅從來唔係死亡，而係明明身心俱疲備受折磨，卻偏偏想死都死唔去，只能日復一日承受無謂嘅病痛煎熬，精神束縛。呢句說話聽起嚟殘酷，卻道破咗千萬老人嘅晚年困境。絕大多數人一生勞碌，年輕時為家庭為事業為後代奔波操勞，從來唔懂得為自己而活。到咗年邁體衰，依然放不下，睇不開終日被憂慮束縛、道德綁架困住，白白浪費咗寶貴嘅餘生。而今日我哋就靜下心嚟，細細品讀蔡瀾先生嘅晚年通透哲學，睇下呢位高齡智者如何憑着活一天高興一天嘅簡單心態，為自己守住兩條最體面最從容嘅晚年退路，活出人人向往嘅高質量晚年。早過半生，大多數人都會不自覺囤積太多身外之物，無論係珍藏多年嘅字畫古董、書籍藏品，定係各種象徵身份地位嘅物件，都捨不得捨棄，總覺得積累越多，人生就越富足，晚年就越有底氣。但隨住年紀漸長，先至慢慢發現，所有身外之物終究都係負累，囤積得越多，心就越累，生活就越束縛。太多老人家到老嚟守住一堆藏品、一堆活嘢，看似富足，實則被物質綁架，日日要打理，要顧及身心，從來得不到真正嘅放鬆。而蔡瀾步入晚年之後，做咗一個令世人震驚，卻極度灑脫清醒嘅決定，就係對自己嘅人生生活做一場極致嘅斷捨離。佢將自己大半生辛苦收集、悉心珍藏嘅名畫、字畫、珍稀書籍、古董袈裟、工藝藏品，通通無償送俾身邊嘅朋友同後輩，從來唔捨不得，唔留念想大半輩子嘅積累，話放手就放手，冇半分拖泥帶水，徹底擺脫物質嘅束縛，做到咗世人最難做到嘅一番極致捨棄之後，佢嘅身邊剩低一樣陪伴數十年嘅物件，就係存放多年嘅普洱茶，日日閒裏煮茶品茶，康雲轉雲數花開花落，遠離絲俗紛擾，靜享歲月清歡，捨棄所有浮華外物，唔係浪費半生積累，而係看透咗人生真諦，明白晚年真正需要嘅，從來唔係堆砌嘅財富藏品，而係身心嘅輕鬆自在，日子嘅舒心從容。物質斷捨離之後，蔡瀾亦都為自己嘅晚年生活做咗最體面、最舒服嘅安排。佢揀咗一間可以盡覽180度維多利亞港無敵海景嘅酒店，供予安享晚年，遠離喧囂嘈雜，視野開闊，環境清幽，日日推窗就可以望住無邊海景，聽住海浪聲，度日心境自然開闊平和。與此同時，佢不惜花費巨資，專門聘請專業嘅助理護理人員、司機同廚師，組成一個全方位嘅專業照顧團隊，24小時貼身陪伴，悉心照料自己嘅起居、飲食、日常起居。面對外界對自己晚年生活方式嘅質疑同討論，蔡瀾從來唔在意，亦都唔理會世俗嘅閒言碎語。佢從容自在咁講：我一生辛苦打拼，努力奮鬥，先至有今日嘅底氣同條件。活到呢個歲數，冇人有資格管束我，我亦都唔需要任何人嘅指手畫腳。晚年嘅佢生活節奏全由自己掌控，瞓醒就煮茶品茶，閒嚟就賞景放空，攰咗就安然入睡，餓咗就品嘗美食。
唔趕時間，唔湊熱鬧，唔討好任何人，徹底活成咗自我。其實呢種活法看似隨性奢侈，實際係最清醒嘅晚年智慧。人這一生，年輕時奮鬥賺錢，積累財富，打拼事業，從來都唔係為咗留俾後代爭搶，而係為咗年邁之時有足夠嘅底氣為自己人生埋單，有足夠嘅能力掌控自己嘅生活，唔看人面色，唔受人束縛，唔俾人拿捏。好多人誤解晚年享福嘅真義，以為慳錢流產，遷就後代就係懂事係福氣，殊不知真正嘅福氣從來都係自己俾自己。年輕時盡風雨，默默耕耘，抵受住工作嘅壓力、生活嘅磨練、人情嘅冷暖，目的就係老嚟可以唔使看人眉頭，可以順從自己心意過日子，唔需要為咗幾蚊雞斤斤計較，唔需要為咗迎合他人，委屈自己。呢種靠自己半生奮鬥換嚟嘅自在同從容，先係人到晚年最珍貴、最紮實嘅自由，遠比堆砌嘅財富、虛浮嘅名氣更加重要。蔡瀾好清楚呢個道理，所以佢從來唔會為咗世俗嘅儲錢養老觀念壓榨自己，亦都唔會覺得為自己消費係浪費，反而認為善待晚年嘅自己先係對半生。現實生活入面，絕大多數老人家嘅晚年都活喺親情綁架同自我感動之中，最終將原本溫暖嘅親情變成束縛彼此嘅枷鎖。好多老人家一輩子嘅念想就係老來可以兒孫繞膝，子女日日床前盡孝，覺得呢就係晚年最大嘅福氣，係人生最圓滿嘅歸宿。為咗呢個念想，佢哋一輩子節衣縮食，處處遷就子女，到老嚟更是將所有希望、所有寄託都擺喺仔女身上，日日期盼子女陪伴，時時渴望子女盡心伺候。但係現實往往事與願違，長期朝夕相處之下，生活習慣嘅差異、價值觀嘅分歧、日常瑣碎嘅摩擦，只會日積月累，最終將親情消磨殆盡。正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再深厚嘅親情都經不起日復一日嘅消耗同磨損。好多家庭就係因為老人家過度依賴子女，過度強求陪伴，最終導致家人之間矛盾不斷，爭執頻發。原本和睦溫暖嘅家庭關係變得一地雞毛，尷尬疏離，親子之間反而積滿怨氣，彼此活得疲累不堪。而蔡瀾睇透咗呢層世俗真相，所以佢一直堅持一套極度清醒、極度通透嘅晚年親情觀，從來唔依賴下一代，亦都絕對唔會為咗自己嘅晚年生活給下一代增添半分負擔。喺佢眼中，真正嘅親情從來唔係晚年死死纏住子女，強求子女盡孝，更唔係用自己嘅年老體弱綁架子女嘅人生，而係各自安好，彼此體諒，互相成全。佢從來唔會覺得請專業團隊照顧自己係冷漠係不孝，反而認為呢係最體面最智慧嘅養老方式。自己一生辛苦賺取嘅財富本就該用喺自己身上，用專業嘅合約規範嘅服務解決自己晚年嘅起居照料、健康護理、生活所需，徹底擺脫對子女嘅依賴。呢種做法一來可以完美解決自己晚年嘅生理需求、生活難題，不用忍受無人照料嘅淒涼；二來可以最大程度保存親子之間嘅情分，避免日日相處嘅瑣碎摩擦，守住父母最尊嚴、最體面嘅形象，唔會因為晚年養老問題令到子女為難，令到家庭失和。人世間最好嘅晚年親情，從來唔係寸步不離嘅陪伴，而係各自活得自在，彼此互不拖累。父母晚年有能力養活自己、照料自己，不用依附子女，子女可以安心打拼自己嘅事業，經營自己嘅人生，不用被養老重壓困住。呢種鬆弛舒服嘅親子關係，先係最長久、最溫暖嘅相處模式。現實好多家庭嘅矛盾，都源於過度依附同過度綁定。老人家將所有精神寄託擺喺子女身上，日日掛住子女幾時返屋企，幾時陪伴自己，一旦得不到回應就會心生失落，暗自委屈，甚至覺得仔女不孝。而子女夾喺工作、家庭同養老壓力之間，左右為難，身心俱疲，久而久之，親情就會變成一種雙方都承受唔起嘅負擔。蔡瀾睇得極度通透，親情嘅本質係愛與成全，唔係索取與綁架。父母活得開心自在，有自己嘅生活，有自己嘅樂趣，唔將焦點全部擺喺後代身上，家庭氣氛先會輕鬆和睦。呢種清爽從容嘅相處模式，先係現代人最值得擁有嘅晚年福報，亦都係蔡瀾留俾世人最寶貴嘅親情智慧。好多人一步入老年，就會陷入一種極度扭曲嘅自律困境，被世俗嘅好人道德
養生標準層層綁架，活得束手束腳，極度壓抑。身邊總有無數聲音告訴老人家，呢樣唔可以食，嗰樣唔可以碰，日日要節制，時時要自律，凡事都要以健康為由委屈自己，為咗所謂嘅長壽養生。好多老人家戒掉咗所有愛好，捨棄咗所有歡樂，日日忌口，處處克制，活得小心翼翼，鬱鬱寡歡，看似嚴格自律，修身養性，實則日日承受精神煎熬，晚年生活毫無樂趣可言。但蔡瀾極度反對呢種自我折磨式嘅晚年自律，佢始終覺得人活一世，特別是活到年邁之時，最緊要嘅從來唔係刻板嘅養生規律，而係心境舒展，活得開心。過度自律，過度克制，看似養生，其實係消耗心神，節損福氣。一個人長期壓抑自己嘅喜好，束縛自己嘅性情，就算身體冇病痛，心都會先累垮。呢種表面健康、內心壓抑嘅活法，根本唔係養老，而係自我折磨熟悉。蔡瀾嘅人都知道佢一生最愛食肥豬肉、飲美酒，從來唔會因為世俗嘅養生言論就刻意忌口、強行克制。面對身邊人嘅勸阻同質疑，佢從來都坦然一笑，講出一番震撼人心嘅通透言論。佢話：如果日後我不幸中風、身體癱瘓，千祈唔好為咗延長無意義嘅生命，為我插喉急救、強行挽留，淨係需要擺最好嘅紅酒、最香嘅肥豬肉喺我面前就足夠。呢番說話聽起嚟隨性張揚，甚至有啲離經叛道，卻藏住最頂級嘅人生通透。人生在世，短短數十載，辛苦勞碌大半輩子，如果到老嚟仲要處處委屈自己，日日約束自己，為咗虛無縹緲嘅長壽，捨棄所有生活樂趣，咁樣嘅長壽根本毫無意義。晚年最好嘅養生，從來唔係忌口自律、步步謹慎，而係放寬心態，隨心而活，唔招結得失，唔執着長短，唔被困世俗規條。人到晚年放慢生活節奏，閒時飲啖好茶，嘆下歲月，放下所有無謂嘅執念同焦慮，遠離他人嘅道德綁架同閒言碎語，順應自己嘅心意生活，舒心自在，歡喜從容。呢種通透豁達嘅心境，先係一個人晚年最珍貴嘅精神風水，遠比任何養生秘訣都更加有效，更加寶貴。坦似生死，世人向嚟執念之心，大多數人一生都在追尋長壽，恐懼死亡之會離別，就算到咗生命最後時刻，都執意要拼命搶救，只為多延續幾日苟延殘喘嘅生命。哪怕身體飽受病痛折磨，意識渾渾噩噩，完全失去生活質量，都執着於生命嘅長度，不願坦然面對離別，最終只會讓自己承受更多無謂嘅痛苦，亦都令身邊親人身心俱疲。但蔡瀾對於生死有住超越常人嘅通透同從容。喺佢嘅人生觀入面，生命嘅價值從來不在於存活時間嘅長短，而在於活着期間嘅質量同體驗。活得精彩通透，活得舒心自在，活得無憾無悔，遠比虛耗光陰、飽受折磨嘅長壽更加有意義。如果生命失去咗質量，只剩下日復一日嘅病痛煎熬、身不由己嘅束縛折磨，咁樣嘅存活，只係徒增痛苦、徒添拖累，毫無價值可言。所以蔡瀾早早就為自己嘅人生做好咗最清醒、最體面嘅生死安排。佢多次同身邊人交代清楚，等到生命走到最後一刻，千祈唔好強行搶救，唔好插喉，唔好做任何無效嘅醫療干預。佢最理想嘅離別方式就係無知無覺，安安靜靜咁離開，冇病痛折磨，冇恐懼慌亂，冇牽掛執念，乾乾淨淨、體體面面告別人世。好多人誤解呢種選擇，覺得係消極避世，係輕視生命。其實恰恰相反，呢種通透嘅生死觀先係對生命最極致嘅尊重，最深刻嘅敬畏。人一生終有歸期，生死本就世間常態，與其執着於延長無意義嘅生命，飽受無盡折磨，不如坦然接受世事規律，留住最後嘅尊嚴同從容，不貪戀私恩浮華，不恐懼終局離別，不承受無謂痛苦，安然而來，從容而去，先係人生最高級嘅修行。縱觀蔡瀾嘅晚年活法，佢之所以能夠活得如此灑脫通透、自在從容，從來唔係運氣使然，而係佢手握兩條晚年最珍貴、最靠譜嘅保命退路。呢兩條退路唔需要依附他人，唔需要祈求命運，完全可以靠自己掌控，亦都係每一個普通人後半生最值得參考嘅自保同尊嚴指南。第一條退路就係牢牢掌握自己修勞嘅生命主導權，守住自己嘅生命底線。人世間最大嘅悲哀，莫過於人到晚年，連自己嘅生命都無法做主，
清醒之時規劃好一切，糊塗之時卻被他人左右，被迫承受各種無效搶救、過度醫療，硬生生承受肉體同精神嘅雙重折磨。好多人一生強勢獨立，到老嚟卻失去咗生命自主權，任由命運同他人擺佈，最後嘅歲月活得毫無尊嚴，極度凄涼。而蔡瀾嘅清醒就在於佢喺自己頭腦清醒、思維清晰之時，就提前規劃好自己嘅生命歸途，明確拒絕所有無效嘅生命折磨。呢種預先做主、提前鋪路嘅選擇，從來唔係無情，反而係最大嘅深情同體面。一方面係成全自己，唔讓自己臨老成數、插喉急救、臥床難行嘅無謂痛苦，守住一生灑脫通透嘅底色；另一方面，亦都係成全子女，唔讓子女面對救與唔救嘅兩難抉擇，唔讓後輩背負道德壓力同心理負擔，幫自己亦幫家人爭取到最體面嘅人生放手。人活一世，最珍貴嘅從來唔係勉強苟活，而係隨心自在，有尊嚴咁活，有從容咁走。趁住自己尚且清醒，身體尚且硬朗，認真了解預設醫療指示，想清楚自己想要嘅晚年，想要嘅離別方式，守住自己嘅生命主導權，唔將最後嘅尊嚴交俾命運，交俾他人，呢個先係成年人晚年最清醒、最負責任嘅選擇。第二條退路就係踐行生前花光嘅財富自主權，守住自己嘅經濟底線。現實之中，太多人陷入咗一個致命嘅人生誤區，一生成次賤用，拼命支出捨不得食，捨不得咗，捨不得享受，將所有財富都積，一心只想留俾仔女後代，以為呢就係為子女鋪路，係為家庭付出。殊不知呢種過度節儉、過度積蓄嘅做法，往往只會換嚟遺憾同紛爭。太多老人家辛苦一輩子，積落大筆家產，自己從來冇好好享受過一日，最後離世之後，反而引發仔女爭產反目，家人內訌不和，一生辛勞積累嘅財富變成咗拆散家庭、消磨親情嘅元兇，自己臨老辛苦，身後不得安寧，一生付出化為烏有，實在令人唏噓。更有好多老人家年輕時拼命賺錢、拼命省錢，到老嚟身體垮咗，福氣耗盡，有錢都冇命享受，白白浪費咗一生勞碌。蔡瀾徹底睇透咗呢個世俗真相，所以佢一直主張辛苦賺嚟嘅錢一定要優先花喺自己身上，優先提升自己嘅晚年生活質量，優先保障自己嘅養老品質同生活自在。財富嘅意義從來唔係死儲死積留俾後代爭搶，而係年輕時為自己兜底，年老時為自己贏得自由同尊嚴。有錢就好好善待自己，請專業團隊照料，起居住舒服嘅環境，食新鮮嘅美食，賞世間嘅風景，將一生嘅辛勞化為晚年嘅從容享福。好多老人家一生慳儉，一毫一毫都捨得儲錢，對自己極之苛刻，對仔女卻無限包容，到頭嚟自己從來冇享受過一日好日子，積落嘅錢最終只會成為後代之間爭執嘅導火線。實在本末倒置。蔡瀾深深明白，錢嘅價值在於使用，在於成全母校生活，唔係擺喺銀行度靜靜囤積。生前盡情享受好好生活，用心感受世間美事美景、美好人情，讓自己嘅晚年每一天都過得舒心暢快。早之時兩袖清風，無牽無掛，唔留財富爭端，唔留人生遺憾。呢種活法先係最通透、最高級嘅人生智慧。錢係人賺翻嚟嘅工具，唔係綁架人生嘅枷鎖。懂得為自己消費，懂得為自己享福，懂得善待年邁嘅自己，先係對自己一生勞碌最好嘅回報，亦係普通人最易學、最實用嘅晚年生存智慧。世人一生追尋福氣，執着圓滿，卻往往本末倒置，將自己困喺瑣碎、焦慮、束縛之中，白白錯過咗大半輩子嘅歡樂。而蔡瀾用自己嘅晚年活法，告訴所有人，人生最好嘅狀態，從來唔係大富大貴、兒孫滿堂，而係活得自在、活得清醒、活得好玩。佢曾經講過，人世間最理想嘅人生告別，從來唔係哭哭啼啼、悲悲戚戚、充滿離別嘅傷感同痛苦，而係一群相識相知嘅人聚埋一齊，食一頓美味佳肴，飲幾杯好酒，閒聊幾句家常，輕輕鬆鬆、快快樂樂咁送走最後一程，冇悲傷、冇恐懼、冇遺憾，安從而嚟，樂然而去。呢種從容豁達，先係人生最高級嘅修行。活着最重要是好玩。呢一句簡簡單單嘅說話，道盡咗蔡瀾一生嘅人生哲學，亦都點醒咗無數困喺內耗之中嘅普通人。人生短短數十載，風風雨雨、起起落落本就常態，冇必要事事執着，日日糾結。
更冇必要被世俗規條、他人眼光、無謂道德綁架自己。只要活着嘅每一日都盡情體驗、盡情歡樂、盡情善待，自己認真活過、痛快過、自在過，呢一生就足夠圓滿、足夠無憾，冇咩需要畏懼，冇咩需要留戀啊！後半生最好嘅活法，從來唔係步步為營、處處謹慎，而係學識蔡瀾呢份清醒與灑脫，放下無謂嘅憂慮，捨棄多餘嘅負累，擺脫他人嘅綁架，自己掌控人生節奏，自己守住生活歡樂，自己活出自在尊嚴，不依賴、不糾結、不內耗，活一天高興一天，過一日舒心一日，以一顆通透豁達自信，坦然面對歲月變老，淡然面對人生得失，安安穩穩、舒舒服服、體體面面咁度過餘生。如果你都欣賞蔡老呢份瀟灑通透、自在從容嘅人生態度，亦都想擺脫萬年焦慮，遠離人生內耗，喺後半生行得穩穩當當，活得舒心自在，歡迎喺評論區打下瀟灑人生4個字，訂閱知名悟道堂，每晚6點準時相見，我哋一齊閒飲清茶，靜悟人生，西毒大師藏喺歲月入面嘅人生天機，通透活好餘生。每一日，我哋下期再見。